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夏威夷的毛伊岛火烧堡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，有13居民跳海逃生，结果有12个人获救起来。当地民众即马已经拢赶紧撤离，当地政府即马是爱大家唔通挖紧。风正强，火正猛，毛伊岛上历史正久的拉海纳镇，真侪社会建筑设施拢被烧掉，而且也无电，民众被迫撤离。毛伊岛消防员全力伫个旅游胜地，是毛伊岛甲瑞六山区拍火，烟雾真侪被烧甲倒来树啊甲电火条啊冻掉的，空中的喷水也因为风伤头无法度进行。This was a home. Here's their car. 夏威夷州本来是为着多拿古风伫咧进行防灾准备，无想到公司拄着4月1日团的野火，而且愈来愈失去控制。有直升机驾驶飞过毛伊岛天顶时阵，甲火场形容真济，袂输敢若战争中被轰炸过地区。陈香山将会派20到25位消防员去毛伊岛斗3工。You can see the drone kind of picks up speed a little bit because I'm going with the wind. I wanted to give you a feel of how fast the fire is going. 美国国家气象局讲，多拉带着风速97公里的阵风通过岛内的南部，有民众为了要逃离火场跳下海的逃生，大部分拢已经被救起来。当局证实，野火伫咧炭时阵，已经有人不幸死亡，也讲伤亡的人数可能也会增加。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。